佔領行動持續2個星期，金鐘、銅鑼灣同埋旺角多條主要道路仍然被圍封。學聯希望政府向人大提交有關政改嘅補充報告，修正原報告嘅錯誤。正喺廣州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有冇機會提交補充報告，指政改5部曲嘅頭2步已經走完，又指係咪恢復同學聯對話要視乎目的同埋性質，對話亦都要基於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先由列佩琳喺廣州報道林鄭月娥嘅講法啦。要解決目前嘅政改爭議，學聯提出特區政府向人大常委提交補充報告，藉此修改人大嘅決定。正喺廣州出席泛珠論壇嘅林鄭月娥話：政改必須按照5部曲進行，第1、2步已經行完。喺政改嘅第1部曲咧，行政長官已經遞交咗一個報告，而喺第2部曲咧，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咗行政長官嘅報告。咁而家我哋再行落去咧，就要行政改嘅第3部曲。換句話說咧，政府係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一個具體方案。喺提交具體方案之前呢，一如喺第1部曲咧，我哋係會啟動第2輪嘅公眾諮詢。佢日前宣布各自同學聯對話，有冇機會重開呢？林鄭月娥強調必須基於2點。呢2日咧，就無論係公開或者私底下咧，都有唔少嘅朋友都希望我哋能夠恢復同學聯嘅學生代表會面。但係我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好清楚呢啲會面或者對話佢嘅目的同埋性質係點樣樣。對特區政府嚟講咧，會面同埋對話咧，一定要係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喺8月31日做咗嘅決定。亦都係要基於咧，我哋要共同去努力落實喺2017年呢做得到普選行政長官嘅。林鄭月娥重申未能夠同學聯會面，覺得失望同無奈。有線電視記者聶培琳喺廣州報導。旺角亞皆老街一帶晚上繼續有大批市民聚集。晚上7點幾喺亞皆老街西洋菜街交界，有路人懷疑向地下掟玻璃樽，碎片散滿一地。警員到現場拉起膠帶圍封，又向目擊者索取資料。另外有意大利畫家到旺角街邊擺放畫板畫畫，畫出香港景色。佢希望唔同嘅市民能夠參與表達訴求。又話完成作品之後，會將賣畫嘅錢捐俾集會人士。亦都啦，有旅行團喺旺角購物之後，路經現場觀看集會嘅情況。金鐘晚上亦都繼續有市民聚集。早前有8架電車獲准通過金鐘道前往跑馬地，恢復跑馬地嘅循環線服務。不過佔領人士依然堅拒讓出金鐘道。吳子文報導。凌晨3點幾，8架電車獲得放行，通過塞咗10幾日嘅金鐘道去跑馬地。佔領人士喺電車過咗之後，隨即又將鐵馬擺返原位。跑馬地嘅電車循環線終於恢復，方便好多咯。呢度死啊死嘅，就得一條電車出去，你唔通話死晒？都好過冇啦。滿意就唔係滿意㗎啦，心目中想去嗰度，而家都有啲限制咯。不過循環線嘅電車去到銅鑼灣波斯富街就要折返，唔可以去北角或者中環。一批中西區同南區嘅區議員同埋街坊，晏晝到金鐘道勸喻佔領人士讓出馬路。政府本來話俾2蚊，我哋係搭車㗎，係咪？如果2蚊都剝削埋我哋冇車，坐唔到車，冇車。電車又冇得搭，巴士又冇得搭，乜都冇得搭。但係結果都係無功而還。要記住一樣嘢，我哋現在嘅訴求係以我哋嘅未來，唔係話眼前一個普通嘅部分。佔領人士喺金鐘道架起路障，亦都有人看守住。除咗緊急車輛獲得放行之外，其他車都唔可以行。喺金鐘夏慤道同埋干諾道中多咗唔少帳篷，有人帶埋枕頭同埋地氈，準備長期佔領，繼續抗爭。有線電視記者吳子文報導。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批評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利用年輕人，鼓勵佢哋繼續佔領，又唔排除有外國勢力參與。佢重申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嘅決定經過深思熟慮，短時間內好難改變。冼晴峰報導。
范徐麗泰質疑一直企喺台前嘅佔領人士係俾人利用，唔排除有外國勢力喺背後。有啲人別有用心嘅人係用咗一啲我哋嘅年青人，係我哋社會上大家都好愛護佢嘅一啲年青人出嚟，然後自己藏喺幕後，喺幕後咧就不斷用資源用財力嚟到咧鼓勵呢班年青人繼續留守落去。總言之，你香港越亂就越好。而家最開心嘅人就係香港差咗對佢有利，或者根本就唔想你香港好嘅人，佢咪喺後邊陰陰笑咯。范徐麗泰希望通過對話解決現時嘅困局，但係認為佔領人士要求嘅民主係民主獨裁。其他所有嘅民主咧，你都唔會贊成噶啦，你都唔會接受嘅，淨係你要嗰一種嘅民主，其實係一種嘅民主嘅獨裁。佢又勸佔領人士反思佔領行動對其他人造成嘅影響。喺旺角嘅主要街道上打麻雀、開台打麻雀，係咪真係會對香港好呢？你對唔對得住？俾你阻住咗，冇得做生意嘅。對於學聯要求撤回人大常委對香港政改嘅決定，范徐麗泰重申有關嘅決定係經過深思熟慮。有線電視記者冼晴峰報道。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表示，無法承受沉重嘅壓力，決定辭去發言人一職。加入學民思潮2年半嘅周庭晚上發聲明，表示參與社會運動嘅決定都得到身邊人嘅尊重。不過呢一場龐大嘅雨傘運動令佢身心疲累，佢亦都意識到無法再承受沉重嘅壓力，決定辭去學民思潮發言人一職，暫時退下火線，俾自己一啲時間休息。佢話辭去發言人一職，或者咧係佢嘅內弱所致。又話自己只係得17歲，面對非一般嘅壓力，佢真係覺得極度彷徨同埋疲倦。希望大家尊重佢嘅決定。佢亦都向組織同埋社運界嘅戰友們講聲抱歉。